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欢迎来到 Lisa 的俗语教室。我想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今年拢会当平安健康，吼吼吼！娃娃 TV。好啊，因为今年是虎年，所以咱就来教一寡甲虎有关系的俗语。头一个是即句：掠熊掠虎，毋通掠着赤查某。赤查某就是虎爸母，就是咧形容足赤、脾气足歹、足歹的女性。熊甲虎拢算是一种足歹会攻击人的动物，毋过赤查某这种生物是比熊甲虎才会免受也搁较歹。若是无说离去，得失着因家己安怎死的，拢毋知。所以人就用来解说讲，去掠着熊也是虎，可能代志阁有解决的机会。毋过，若是去掠着赤查某，结果是不堪设想，就亲像王力宏共款，伊应该做梦就想袂到因某会甲伊的代志拢总压出来，而且阁有遮尔侪证据，所以即句真正会当送互伊：掠熊掠虎，毋通掠着赤查某。好，安尼后一句是即句。入虎口，无死也乌拗。入虎口就是咧讲拄着凶猛残暴的歹人，乌拗就是咧形容菜也是肉食的物件藏伤久，变了无青反乌的现象。即句入虎口，无死也乌拗，就是咧讲肉送到虎的喙口，10个有9个会无命，无死的嘛剩半条命尔。亲像有人入食毒即个虎口。这毒若食掉咧，就算无死，人生嘛乌有去啊。其他阁有跋筊嘛是，若是入跋筊这个虎口，最后无死嘛是会家破人亡、凄惨落魄。所以这就叫做入虎口，无死也乌拗。好，安尼最后一句是即句：拍虎掠贼也着亲兄弟。嘛有人讲拍虎掠贼亲兄弟。意思就是讲，兄弟姊妹之间永远拢会冤家相拍，互相看无顺眼。毋过，若是拄着大代志，也是厝里的人互人欺负，大家嘛是会放下恩怨，做伙徛出来解决问题。就亲像拄着会食人的虎，甲会偷摕人厝内物件的财啦，这种会危害着性命甲资产的代志，一般人拢是先顾家己，走干那飞咧，无法度顾着别人的死活。毋过，若是亲兄弟，可能就无共啊，因为兄弟有血缘关系，是家己人，感情嘛较好嘛，较袂相害。所以兄弟若共心，互相倚靠，互相帮助，就较会成功。所以即句拍虎掠贼也着亲兄弟，就是咧形容兄弟姊妹感情是上珍贵，而且是上可靠的。好，以上就是3句甲虎有关系的俗语，希望大家新的一年拢袂去拄着赤查某，嘛袂去入着任何虎口，甲家己的兄弟姊妹感情拢亲像拍虎掠贼亲兄弟共款。大家新年快乐！我是 Lisa， 今仔影片就到这，若是有喜欢我影片的话，咱一把起赞，搁来分享出去，也袂订阅观众朋友咧，嘛会一把起只订阅咧，拍小铃铛，安尼开始收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嘛会Lisa会员制都已经开始了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，Lisa 嘛有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帮我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后一个节目再会，新年快乐！